從今天起，我願意起床之際對自己這樣說：我起床了，這是一個美好的早晨，這真的是一個非常美好的早晨，這是一天美好的開始，這是一個新的早晨，這是新的一天。早晨是一個重新設定自己頻率、振動頻率的開始，早晨是一個新的開始。我可以決定我的世界，我可以刻意選擇我想要的振動頻率，我可以重新開始注意自己的感受、情緒。這是美好的早晨，我將開始美好的一天。我知道注意自己情緒變化的重要。我知道在我自己的幸福圈裏放了很多的夢想，這些夢想很容易實現，馬上實現，一定實現，最終必定實現。這是美好的一天。我要從今天開始刻意調整自己的振動頻率，允許自己接受所有宇宙送來的人事物。我在這美好的一天，我是 Kira， 我在這美好的早晨迎接美好的一天。我已從未有過最開放的心接受宇宙的安排，我滿意宇宙的安排，我允許所有自己放在幸福圈的夢想成真。這是美好的一天，這是美好的開始。我是 Kira， 美好的開始。從今天開始，所有的事情會以不同的以往嶄新這美好的方式迎接我，因為當我睡覺時，我排斥抗拒及不好的動能全部停止。我起床後，我刻意調整自己的情緒、心情、振動頻率。我允許自己接受宇宙的安排。我知道我是生命源頭的延伸。我知道我來到這個有時間、空間的人世有其目的，而且在這有時間、空間的人世可以實現我所有的目的。我篩選、整理、決定對我自己重要的人事物，並且把它們放在幸福圈中。生命源頭清楚知道我放了什麼在幸福圈中。當我在生命源頭的振動頻率相同時，就是我美好一天的基礎。我喜歡知道你們無形能量時時關注我，寸步不離陪伴着我。你們參與我的與別人的聊天對話，你們知道我的意圖，你們關心與我互動的人，你們也知道他們的意圖。我喜歡我也能擁有像你們無形能量一樣廣闊的視野。我喜歡每當我準備好時，我會接收到你們給我的靈感與訊息。我知道你們深愛着我，我永遠不會犯錯。我一直在成長、進步、擴展。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。我了解每天我會遇到一些生活上的差異對比，我擁抱我遇到的差異對比。從這些生活上的差異對比，我會產生更多的渴望與夢想。我知道我每天都會遇上與別人的差異對比，這些差異對比不會讓我偏離人生該有的軌道。我仍然會走在正確的人生軌道上，因為這些差異對比讓我知道我真正需要什麼，使我產生更多夢想和渴望。我篩選、整理、決定我的渴望與夢想。我會敏銳地察覺我的感受。我期待我今天一整天都有好心情，縱使我的生活與別人有差異對比，我也會保持好心情。我知道生命源頭深愛着我，我永遠不會犯錯。我一直在成長、進步、擴展。我知道沒有什麼是我不能做、不能成為、不能擁有的。我從今天開始一定會比以前好，因為我有意識地設定我自己振動頻率的高度，而且更懂得利用與生俱來內在無形意識、靈魂的導航。我知道我的幸福圈確實存在，縱使幸福圈中的夢想還未實現，但我仍會刻意保持愉快，因為當我保持愉快，我的振動頻率會高點，幸福圈中的夢想才會實現。我現在知道所謂正確的信念，真正的信念就是了解吸引力法則，了解宇宙如何運作，
了解振動頻率必須達到最高點，夢想才會實現。了解99.99% 的人事物都有振動頻率。了解我有能力讓自己的振動頻率達到幸福圈的振動頻率。了解即使我想要的還未實現，我也可以保持幸福美好的好感覺。我無條件擁抱這美好的一天。今天我仍會遇到人、車、交易、買賣、聊天、對話，以及關於各種事的各種資訊。我了解這些都在我的腦海中想過，所以實現在我的生活中，在我面前。但是比這些更重要的是我內在的情緒，我對宇宙法則的理解，以及我能否接收到生命源頭給我的信息、靈感。今天是美好的一天，當我可以在實現夢想的有形物質世界，我擁抱、讚揚、欣賞所有人事物，不論我身在何處，我都很高興。今天我的振動頻率不受外界影響，我可以控制調整自己的振動頻率，達到與靈魂、生命源頭振動的同等高度。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。我向自己宣告，我是一個情緒體，我是精明的存在體，我會極盡所能利用無形力量給我的引導。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。我向自己宣告，我的靈魂、生命源頭知道我與夢想的距離，我相信他們會引導我走向最少排距、最愉快、最有趣、最有智慧的道路，來實現我的夢想。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。我向自己宣告，不管我去哪裏，我做什麼，我與誰一起，我必定保持愉快。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。我向自己宣告，我今天必定極盡所能欣賞萬事萬物。我今天必定極盡所能覺察自己振動頻率的位置。我今天必定極盡所能察覺自己情緒好壞。我必定極盡所能察覺自己對情緒的反應。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。我向自己宣告，我無條件愛自己以及所有人。